李中林，我伫咧等台的演的是木村。木村这个角色，他是一个在师范大学毕业，然后在担任教职的一个人。后来因为命运的安排，你也可以说是平行时空啊，或者是穿越，他遇到了一个神秘的女子，也就是他的秘密情人。这整个故事就是在讲述他跟这个秘密情人，他们这60年间的爱情的回圈。大家好啊，我是杨欣怡，然后我在剧中里面是饰演Odario和田良。他有1947年、1967年和1987年。他其实是一个日本人，那时候在一个小密室里面，那是他第一次遇见17岁的木村。在当下，我有一种像是生理跟心理的那种拉扯，因为50岁的和田洋，他其实已经经历过，就是大概将近40岁的岁月，但是他必须要用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去面对17岁的木村，因为木村其实已经不认识他。年轻的木村还没有任何的记忆，就是看到他就觉得，似曾相识，但是又有点困惑，他为什么要用这个眼神看着我？我等你就久啊！我觉得那种心情是有一种很像沉在一种很巨大的悲哀。我觉得心仪的眼睛就是蛮漂亮，就是会感觉会诉说了很多故事的感觉。不管是在年轻的时候就对上老的，他要把那个神态就是演出来，就看到你会觉得就很想一直盯着他，想要看到他眼睛想要告诉我什么。我看钟灵的眼神，其实好难说那种感受，就是我很努力的去知道我想要知道的东西。它是一个类似于回圈的东西。他们在中年的时候，就互相用对方的记忆去完善了对方的记忆，然后让他们两个人就真的相信我们在未来，然后你在以前会遇到对方，然后两个人真的非常相爱。今晚若是无改变，就无咱要爱的过去啊。那场戏其实我们只有言语的交流，但是我觉得透过那些言语的交流，就是有点像是细细道出我们两个人有一种说不出口的爱恋。